Trump 发表演说，讲美伊战争真成功，2-3礼拜内会全力攻击，战争结束，荷姆兹海峡自然就会开放。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国民党按算初十的开会，上紧当天就会互护卫审查。国防部表示，若无照时间执行，对国防是大伤害。台南市消保官调查有部分论点大计设有调整，平均一角爱50至60块。业者坦白讲，成本为起，只通因应局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初2中道新闻，我是白松莹。美伊战争拍到今这美国总统 Trump 是来发表全国的演说，讲这场战争呢拍赢有了真成功，这核心的目标也咧要完成啊。也毋过到底当时要来停火，这 Trump 呢并无讲明，干那讲未来2-3礼拜内会全力来攻击伊朗，甲因降登去石器时代，等到这战争结束，荷姆兹海峡自然就会重新开放。这场伫美国暗时黄金时段登场的总统演说，川普一开嘴就是宣布，美军伫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赢甲足彻底。In these past 4 weeks, our armed forces have delivered swift, decisive, overwhelming victories on the battlefield. Victories like few people have ever seen before. Tonight, Iran's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in ruins. Their leaders,most of them, terrorist regime they led, are now dead. 川普讲发表这届演讲是为着要来说明，苏西怒火行动对着美国也个世界的安全是为虾米遮重要？啊，若是伊朗离制造核武敢若剩一下步，美国已经甲这设施拢总拍甲密密麻麻，自历史以来无敌军伫遮尔短时间内向拍甲遮尔凄惨，而且损失甲遮尔大。Our armed forces have been extraordinary.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it militarily.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tonight I'm pleased to say that these core strategic objectives are nearing completion. We're going to hit them extremely hard over the next 2 to 3 weeks. We're going to bring them back to the Stone Ages where they belong. 川普嘛讲上界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啊，所以刷落来应该真轻松。啊，若这场冲突结束的时阵，荷姆兹海峡自然就会开放。They're going to want to be able to sell oil because that's all they have to try and rebuild. It will resume the flowing and the gas prices will rapidly come back down. Stock prices will rapidly go back up. They haven't come down very much, frankly.不过，伊嘛讲严重依赖荷姆兹海峡的国家，应该承担互油轮重新通过的责任。啊，若是无法度摕到能源的国家，伊建议会使去甲美国买。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do receive oil through the Hormuz Strait must take care of that passage. They must cherish it. They must grab it and cherish it. They can do it easily. We will be helpful.But they should take the lead in protecting the oil that they so desperately depend on. 川普伫演说当中摕2届世界大战、也个韩战、越战甲伊拉克战争的时间来做比对，强调美军敢若开32天的时间，伊朗就已经毋是威胁咯。伊嘛讲，若是伊朗无要达成协议，刷落来就是要拍当地的发电厂，也个伊朗的经济平面就是石油工业。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好来看这场战争呢，是各人讲各人的。美国总统川普除了是讲要甲伊朗降登去石器时代以外呢，嘛讲这对方已经来拜托伊停火啊。也毋过伊朗迄边煞严肃来反驳，强调要保卫尊严，同时也要来讨赔偿。甚至这外交部长呢，佮暗示讲因愿意继续拍美国若准备发动地面的攻击，安尼绝对互因吃一顿粗饱。What is the plan to bring them back down? All I have to do is leave Iran, and we'll be doing that very soon. I would say that within 2 weeks, maybe 3, when we feel that they are,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put into the Stone Ages, and they won't be able to come up with a nuclear weapon, then we'll leave.面对记者关心油价的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拜二明确表示，真紧就会撤走。伊搁较透过社群平台出声，讲伊朗政府已经经袂落，主动拜托停战。毋过这项讲法随后伊朗官方反驳，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毋但伫内阁会议公开赔清，也搁亲身伫社群媒体对美国民众大文反驳。伊强调，任何结束战争的决策，拢必须要完全建立伫确保伊朗民族尊严、安全甲利益的基础顶头，绝对袂因为威胁就救去。
而且强调伊朗的人民并无甲一般美国人民看作是敌人。面对美国的进攻甲可能发动的地面战，伊朗外长阿拉奇态度强硬，一直讲未接受高级面的停火，是要求全面结束战争，而且赔偿损失，佮较暗示愿意继续战斗。در جنگ زمینی حتی خبرتر و مجهزتر هستیم. ما کاملا آماده هستیم برای مقابله با هر گونه تهدید حمله زمینی به کشورمو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چنین اشتباهی نکنه.针对外界要讲美军有可能派陆战队为波斯湾的哈尔克岛也是海峡岛屿登陆突袭，伊朗军方强调荷姆兹海峡伫伊朗的内海，未允准敌人的船只通过。美国若要发动地面战，安尼伊朗也会互伊食一顿粗饱。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这过清明，传统拢会来食润饼。伫台南市府这消保官呢是调查讲，发现部分市场的润饼糕价格已经有调整，目前平均是一包爱50至60块。有业者是坦白讲，今年呢，亲像这土豆粉等等的原物料成本拢有起。目前伫台南市已经有2间店大升起价啊，也若其他嘛有店头讲要对得起。润饼皮包高丽菜、豆干、虾仁等各种食材，尾仔佮掺挂土豆糖粉，看起来真好食款，真侪人真兴这味。逐摆清明节若到，卖润饼的生意就抢抢滚。为了确保民众卖互人讲歹仔，台南市政府消保官展开稽查，去传统市场、连锁卖场，针对润饼皮甲3000果子，掌握目前市面价销。那今年一包润饼平均价销伫50至60块。个人1-2个还好，你若全家要食这哦。我得爱，因为我吃这个拢3-4包的。因为就是今年中东战争的原因，我们原本是不想要涨，可是因为原物料跟人事成本一直涨，但是我们就是原本200公克，然后现在变成250，有增加50公克。台南有名的店家，有的是依市介绍，某业者坦白讲，今年土豆等几啊项原物料的成本拢起，互因强要卖砍折。目前有2间起5块，甚至有反映讲按算3天后嘛对咧起价。那润饼皮目前每大斤200至240块。虽然润饼有寡调整，不过消保官讲目前市场价销也算合理，有要求业者爱标示明确的资讯。做的都是大概35-40。所以想说这边应该60应该会特别好吃。安吉你告 K 给？没有，也是维持60块。60元。只有少数几家因为反映花生粉等原物料的进货成本，所以它的价格有稍微做调整。润饼内底亲像猪肉、鸡肉、鸡卵，还有高丽菜等菜色，目前市府掌握的货源拢稳定，价销嘛无明显的起落落。另外，为了确保食安，消保官讲和卫生局后续嘛针对这进行抽验把关。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中东战争呢是造成民生物资起价钱也变薄啊！伫彰化县的花坛呢，是有通过稳定民生润性措施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这乡内呢，一个人要来分6000块的礼金，上紧5个月就会拨钱。即阵啊，各大塑胶原物料因为中东战争影响，出现欠货起价情形，也连带影响民生物资的价销。未少餐饮业者宣布起价。彰化县花坛乡也通过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要发予乡内一个人6000块的礼金。逐项啊，油盐拢也是起啊，真好啊！这是对咱这老岁仔较有帮助啦。听到这个消息，阮兜规家拢真欢喜的，因为这时期景气拢遮歹，会当6000块，互阮补贴，互阮平时生活改善。彰化县花坛乡民代表会拜二通过因应美伊战争引发国际情势变化，稳定民生润性措施进行经济礼金自治条例草案。乡内4.2万位乡民，一个人会当领到6000块的礼金，上紧5月底发放。但是有学者认为，发现金是一时的补贴，长期来看对经济的提升有限。工作还佫有一寡钱伫的，这嘛是拢大家税金钱。即阵时机才歹，佫拄到这中东的战争，所以咧，伊的建议就是讲提出来发一个振兴金，互大家较快活者安尼。一个国家有足侪代志通去做的，发现金直接发予一般的民众较好，还是这现金应该爱摕去做一寡对民众较有帮助的建设也好，还是提升大家这个公共服务较好，爱去比较这两个看对一个较好。
去年底行政院公布全民普发1万块了后，嘛有未少乡镇市加码发现金。学者建议，除了发现金，应该会当甲预算用伫地方基础建设，提升公共服务。长期来看，才真正会当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小港一间国中呢，这教室天棚的电风标起幼幼啊，是安尼喷甲规世界，造成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校方是表示讲，这台电风呢已经用要10档的时间啊，可能是这个撇啊喙齿才会造成意外。目前校方内底也阁有2间教室是用这款的电风，已经全面检查，也会甲换掉。地座所伫个牛顶管塑胶风叶啊，配上铁的外壳，电风头会当360度转势。这款旧式的电风，即阵已经真少快。高雄小港一间国中目前也有2间教室是斗这款电风。不过31下晡，一班国3学生当咧教室做酸甜志愿的线顶模拟，其中一支电风因为风叶啊吹气失去平衡，劈到外缘的铁棒啊，规个碎了了。虽然学生囡仔听到头壳顶有怪声，都先跳开，不过也是有2个囡仔目睭无爽快。火山自愿巡田，我们是在电脑教室，那他也没有及时去做处理，早上来的时候，护士阿姨有帮他再做一次处理，然后就是建议他去眼科医生去看一下，因为他可能有去揉它了，所以说他可能有一些，可能是轻微的结膜炎的那种状况。因为受伤学生大部讲教室电风爆炸造成外界误解，校方特别强调，不是爆炸，是风叶啊吹起。这是学校头摆发生这种意外，除了针对2间教室内底共用的电风进行检查以外，嘛甲海气的迄支先换做这款新型的电风。电气行业者也建议爱紧换掉，因为这款电风用愈久愈危险，一个无拄好就会规个落落来，亲像不夹片的废地主共款。以前就真的遇过没有锁好的，然后就转到一半飞出去的，也有没锁好，或是说因为有些校舍很久了，它的螺丝就松脱了，它整盏掉下来的也有。学校表示，2位受伤的学生拢无啥要紧，这款旧式的电风大概使用10年啊，拢是斗伫咧专科教室，一般教室拢已经换新型的啊，落尾会全面换新，避免类似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看到朱库超阳高雄场报道。另外，伫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内围边呢，有民众是发现一台客停车掉伫个水底，而且这车内呢，佫传出人咧讲话声音。结果报警察来了后，才知影讲原来迄是美术馆的装置艺术。高美馆是表示讲，这件艺术品呢，伊的布置是还未完成，甲民众惊到有影是真实的。你无听过这歌啊？我当没听过卖啊。掉伫咧水底客停车车顶毋能发臭，阁有阵阵的人声传出来。这台造型奇怪客停车，初一暗时常常出现伫咧高雄美术馆的内规避者，因为暗时视线无够，一寡来散步运动的民众，敢若看到客停车伫咧水底，车的大顶湿咧，阁听到有人咧讲话，掠准是有车冲入去，惊一个赶紧报案。警消人员到场了后，才知影是一场误会。这台车是高美馆上新的装置技术。那仔细看的话，就会看出来，就是其实好像不是真的计程车。它这又是真真实实的一台车子在那里，然后又是掉在水里面。我觉得除了恐怖以外，没有达到什么艺术的价值。有人感觉趣味，真有看点，嘛有人认为做了无妥当。高美馆表示，这项装置艺术是要传达环境保护的议题，不是恶人者要创治人的主业。艺术家初一才拄开始布置，目前也未完成，造成民众的误解甲不安，实在真实的。这个作品才刚进场，那也还正在定位当中。那展览期间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作品的告示，然后跟指引，让观众很清楚这是一件作品。极端气候的过程当中，这样子的突然的日常，那会造成一种奇观。但如果它变成是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的话，那应该我们还笑得出来吗？这样子，那就是从幽默之余也提供观众一个反思。车牌是靠细人的客音，顶悬牌的英语字嘛，不是正常的 taxi。车电当归讲，这是甲台电合作的展览。车顶放送的录音是一位运将用台语来讲气候暖化。地司机即阵换做伫水底开车，期待透过无同的主角，使大家斗阵来关心环境议题。记者郭家祖、邱超阳、高永昌报道。
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带先来关心的，就是台湾时间今仔日早起要7点的时，印尼的外海发生规模7.4的大地震，这深度呢是有35公里，有发布海啸警报。因为咱国内这气象署嘛，伫6点48分一直到7点21分这当中发布3条的海啸的消息。目前伫印尼当地呢已经传出伤亡，也有建筑物受到损害。对于印尼苏拉威西这当地状况来看呢，真侪建筑物已经起去，也是讲必损。这民众也走出来到外口避难。这场地震是发生伫印尼特尔纳特这西北边的外海。对于印尼、菲律宾一直到马来西亚这沿海地区呢，海啸警报是有1000公里。印尼的官方是表示讲，这北苏拉威西省这个沿海的城市呢，是大海10秒至20秒，目前已经观测到30公分的海啸。另外，要来关心的是，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去访问日本，甲这首相高市早苗来见面，两个人也做出比出这日本艋舺七龙珠内底龟派气功的这个手势，真趣味，嘛引起大家的讨论。另外呢，这双方嘛有针对着这抗北供应链来达成共识，面对着这中东地区的局势，因也认同爱确保原油的供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初一伫东京原始版的迎宾馆，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双方针对强化关键扩散供应链达成共识。另外，为着应对中东荷姆兹海峡的危机，两个人也确认日本、法国会为着确保石油供应稳定，密切合作。伫联合记者会顶头，马克宏针对中东局势，强调日法双方拢遵守国际法，捍卫民主。因那高市是强调确保荷姆兹海峡流通的重要性。D'abord et avant tout, nous croyons ensemble au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ordre international qui repose sur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Nous croyons aussi aux valeurs démocratiques que nous défendons. イラン情勢を含む中東情勢については、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航行の安全の確保、重要物資の安定供給や事態の早期沈静化の重要性を確認し。伫记者会，马克宏表示，法国的少年人真介意日本的艋舺，两个人也向对方点出龟派气功的经典手势，互日本文化创意搁再真做是热门的话题。法国是有名的核电大国，双方也讨论推动核燃料循环再利用，也搁有国际卫星甲 AI 领域进一步合作。这是马克宏2023年7大工业国广岛峰会了后，搁再一摆访问日本。初一伫一场甲日本商界人士的演说当中，马克宏强调，欧洲伫这款局势之下有通好有切。同时，暗示美国即届对伊朗出兵，并无事先通知盟友。Parce que quand vous avez des gens qui vous disent nous on va beaucoup plus vite, mais vous ne savez pas si après-demain ils seront encore à cet endroit, et si demain ils ne vont pas prendre une décision qui peut vous heurter, sans même vous prévenir, c'est à considérer. 自2月底，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真侪届公开批评，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盟友拢唔出手。马克宏3月中旬捌表示，法国会等到荷姆兹海峡局势较平静，才来参加维护的行动，也引起 Trump 的不满。Trump 甚至佮回应讲，马克宏真紧就会落台啊。对着中东的战事，甲盟友之间意见无同，国际政治甲能源市场的无确定性也是真悬。Trump 甚至考虑互美国退出北约，显示这个跨大西洋东边关系可能会有变化。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继续来看，针对一寡无达成属价保证协议的药厂，这美国总统川普的上紧今仔日特别来宣布，互因100%的关税制裁。有药师是烦恼讲，这原厂的药啊呢，若准伫美国安尼俗啊卖，可能这头家为着卖了钱，这就提悬出口药品的计数。到时阵，咱台湾这药品的市场，恐惊是会有大震动。过来3个月患者达到850万人，真侪人拢靠进口原厂药来控制病情。不过传出美国总统 Trump 要伫初2宣布，拍算对也未完成价格保证协议的进口药厂开出100%关税制裁，伊个受影响的包括辉瑞、礼来等大厂。有过来药师烦恼，这有名药厂未来若伫美国设厂制造，佮用较低价销伫美国卖，若是考虑全球财务的平衡，到时台湾进口药价恐惊会佮较悬，甚至原厂药啊嘛会退出台湾的市场。专利期内的这种药的话，确实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台湾药价是很死，那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弹性的应变？现在必须要及早做一些规划。
基层药师建议政府应该针对专利期已经过的药品，支持国内药厂制造限命药，来强化国家医疗的韧性，减少对进口原厂药的依赖，确保病人用药袂断货。佮建立欠药的通报平台。原厂从国外进来的部分，我相信我们后续会启动跟健保署共启动所谓的 HTA， 所以经济效益的评估里面，到底它的经济冲击有多少比例？食药署强调，已经建立药品供应通报中心，包括西药医材、中药材等，只要有欠货的情形，就会当伫资讯平台登录甲查询。而且健保署嘛指出，总统赖清德进前宣布要强化国家医疗体系供应安全甲药品的韧性，现出是药价调查机制会建议暂停3档。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民航局有证实讲，这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确定要来起价。第一度的是对美金17块半调到45块，大概是台票1440块。若这长度的是起到美金117块，差不多是台票3700块。按算4月初7就要开始来施行。目前这外岛的航线呢，会先用民航作业基金来吸收。清明节连假伫要到啊，机场有真侪旅客准备出国旅游，不过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全球油价大起，已经有不少航空公司宣布要调关燃油附加费，未来买机票会变贵，互不少旅客花季再袂掉。肯定的，尤其是我们在两岸跑嘛，像我3天前回来，机票已经涨到了单程2750了。希望政府说有随着油价来降低，回归到基本的那个价钱。我们近期也都已经提出了申请，那或许会在4月初会有一波正式的公告跟调涨。那希望这个旅客各方面大家能够共体时间。这阵啊，欧洲航空、纽西兰航空等早伫3月中就调关过航班票价，起价幅度差不多2至3成。国泰航空嘛，为4月开始调关燃油附加费，以长程航线做例，调关到美金200块，差不多台票6300。有立委关心国际航空的燃油附加费是不是原来的调关？目前为止有没有针对燃油附加费，我们国际航空要调涨的一个规划？那要看它原本的票价，假设3万块，那它以长程来讲的话是调整45.5块美金。交通部民航局证实，国际航空燃油附加费嘛要调悬，低程航线每人调悬到45美金，差不多台票1440；长程航线调悬到117美金，差不多台票3700。一定4月初7开始有效。若是国内线机票，预估每一条航线平均调悬台票97块。我们计算出来的话，大概就是每条航线会不一样啊，大概是平均大概是97块钱。民航局讲，国内线部分针对离岛居民，会由民航作业基金吸收，也已经请航空公司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公布相关资讯，让旅客、旅行社、货物托运人甲货主知影，先尽公告责任，减少消费的纠纷。记者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囡仔的运动习惯，有民间团体呢是认为讲现主时这离校的运动政策还无够周至，所以因是提出4项诉求，希望讲会当来建立离校工作证的配套、教练证查询系统，也有公开无失任的教练名单，甚至是来推动体育班的转型。另外，因也呼吁这运动部呢，伫明年儿童节进前，针对着这台湾的囡仔完成运动普查。鼓励囡仔运动，毋但是为着健康，嘛是为着互囡仔有健全的发展。教育部伫去年9月成立运动部部长讲，要落实全面运动，就要为校园甲社区做起，互囡仔伫运动当中找到希望甲梦想。有民团甲立委伫儿童节进前开记者会，呼吁就要重视儿少运动政策。另外，民团嘛希望运动部伫明年儿童节进前完成囡仔的运动普查。我们希望运动部能够给我们一个调查。普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台湾不管是男童、女童，不同的年龄层，他们现在运动的状况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运动？他们运动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帮助孩子？那民团甲立委嘛提出4项诉求，希望建立儿少工作证配套措施，确保教练有相关的知识甲能力，嘛着设健全的教练证查询系统，互家长通好核对资料，嘛公开无适任的教练名单，上尾推进体育班转型，互学生运动员有愈侪发展的可能性。所以我要说，不论是运动部、教育部、卫福部，
不论是在儿少工作证或是体育班的改革，甚至还有适应运动这件事情，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相关部会的作为都还太过消极。运动部成立之后，我们把青少年、把儿童的运动权来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全民的运动，我们要培养更多的运动家庭，而不是只侧重培育更多的运动家。民团甲立委嘛希望运动部爱提出完整具体的儿少运动政策，让囡仔会当安心运动、快乐大汉。嘛希望伫明年儿童节会当看到儿少运动政策，加做运动部成立后，送予儿童节上一节礼物。记者吴金阳、谢桂玲台北报道。针对着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这拿病牙呢，是批评行政院直直无要替这军人来加薪水，也阁有变警消人员的退休金，也毋过因为年底就要选举啊，所以因是按算初十就会来开会，上紧当天呢就会互这总预算案复位审查。也那国防部是表示讲，这总预算呢拖到达有780亿，拢是袂使顶动的。若阵无照时间来执行，安尼对咱的国防是大伤害。中国对咱的威胁毋捌停过，毋过伫立法院开200多天的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干那国防部受影响的，就有海马斯德港火箭系统的200亿，标飞弹丢补的415亿，阁有关系 F-16战机后续训练的88亿等等，总共780亿的规模无法度动用。国防税出预算编列5614亿元，较114年度增加875亿元，除人员维持等法律义务支出核实支应外，将有21% 781亿元在总预算未通过前无法执行，影响备的一个筹获、修护以及弹药筹补及部队训练等工作，任何时间上的一个延误，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国防部初二召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若准无法度如期审查预算，毋奈对条件国防战略不利。更较严重的是有明国家积极台湾自我防卫决心。即马传出国民党立委党团会伫初十党团大会决议，敢要放总预算案过，上紧迄天就会复位审查。毋过嘛坚持行政院应该依法编列进行三读通过有关军人加薪加退休警消台股的预算。行政院他不依法编列。那我们呢，就对外诉求说，只要2028让我们执政，从什么时候通过三读通过了，我们就一路追加。我一直在讲拭目以待，因为国民党是很难去预测的哦，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你说，军人待遇的一个提升，公务人员待遇的一个提升，我相信做的最多的就是民主进步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陈清良是表示，按预算法第54条的规定，立法院同意先动用新型计划预算718亿，是行政院甲公文提的，唔肯复过。那行政院是坚持3条控350亿规模的总预算应该做伙上审查。面对强局，那也表示立法院长韩国瑜可能会出面协调，降低朝野对立，促成总预算更有更高的推缩。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台湾国际模型的公开赛呢，初时要伫台中的逢甲大学来举办。咱陆军也出动新版的阿帕奇采位直升机，也有乌鹰直升机去到体育场来演练。这消息一出来，有大阵的军事民众呢，就赶要去甲摄影、甲记录。两架直升机慢慢飞进台中逢甲大学的航空运动场，了后由 UH-60M 乌鹰直升机领航，先进行降落任务。降落时，口起大风，气势真惊人。乌鹰直升机稳定降落了后，机顶真悬，确认着地甲安全。随着佮起飞，扫落来进场的是 AH-641阿帕奇攻击直升机，架空熄了后，也进行降落。头份一个飞起来，这只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也稳稳的降落。人员共款再度确认了后，随即起飞离场。虽然两只直升机只有短短的进行起降，也不过气势场面惊人。透早也起面大批军事迷前来记录。蛮兴奋的，因为其实很少会有直升机有机会降到学校的操场这样。彩色的鲨鱼彩绘，然后还有就是
黑鹰直升机，它也是有彩绘的。这个月初时，台湾国际模型公开赛会伫台中逢甲大学举行，军方也伫同一日出动这2架新型直升机，甲各项新式主要战略装备进行国防教育宣导。军事专家指出，因为起降地点属于市区，技术甲操控有一定的难度。这摆出现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除了搭载上新的装备，新版的免后彩绘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佫开始头一摆伫台中出现。主要是攻击反战车，然后还有对于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那它是双座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它是部署在桃园的龙潭6栋1旅。那台中这边是6栋2旅，它是超级眼镜蛇 H1W 攻击直升机。军事专家指出，这摆出现的阿帕奇直升机是上新款的之外，也具备真好的精准瞄准甲打击能力。另外，乌鹰直升机也有强大的运输能力，会当为国防提供强大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捌有这新北市的囡仔呢，因为挂智慧型的手表煞互倒起来去烫着伤。即马法制局是有抽查5种这热门的儿童智慧手表，发现伫这商品标示呢拢是无合格，已经请业者伫1个月内限期改善。若准无，安尼就会照商品标示法来罚2万至20万。2023年，伫新北土城一个查甫囡仔挂儿童智慧型的手表，下一秒手表就熊熊烧起来，造成查甫囡仔正手真侪所在烧着伤，搁爱做补赔手术，着惊代志搁再来发生。新北法制局抽查5款伫网络卖甲真穿的儿童智慧手表，所发现这个手表商品标示全部拢无合格，产地、使用方法、规格这一些部分全部都没有做标示。进口中国大陆产品的业者们，大家其实在输入的时候，其实应该去做好我们的这一个标示的工作。新北法制局讲，这5款商品标示无合格的儿童智慧手表，包括无标示商品的名称、型号、产地，另外伫咧制造年份、制造号码、规格，也有使用方法，嘛拢无写。家长讲，买儿童的智慧手表，除了重视手表的功能，嘛有这几点是因爱考虑的。店面买比较 OK， 眼见为凭嘛。毕竟小朋友戴在手上，主要还是安全还有产地。新北消保官讲，这5款儿童智慧型手表的长路电压差伫24点钟内底拢无超过5%，充电甲放电的功能拢是正常的。另外，针对着手表表带也搁有背板进行重金属，也搁有塑化剂的检测拢无检查到符合安全的标准，所以会请业者就无合格的商品标示限期改善。如果有商品标示这边限期改善，如果没有依照限期的部分做办理的话，我们会依法裁罚2万到10万的罚款。消保官表示，商品标示无合格的儿童智慧手表已经对网络做记录。若囡仔咧挂智慧型的手表，发现电池伤过烧还是碰起来，就要赶紧甲摕落来，才袂造成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在新德县德北地区的传统市场呢，竟然传出有这诈骗集团针对4大人，以鸟鼠仔会方式来拐人签200万的本票，甚至就连买2000万的厝呢，嘛互抵押去。目前已经有10外个4大拄到同款的诈骗手路。这些大家无用咧做生意趁钱，不过即马却传出有人互人骗真苦钱，对方是用鸟鼠会的方式拐年岁较大的摊商，也是来买菜的民众。其中有人唔但互人骗去签本票，就连大的厝拢互人摕去银行抵押。之前我有遇过，就是人家会找你，就是说，哎，你加入我的会，然后说保多少钱，然后比如说你需要验钱的时候，他会先领给你。但是在市场怎么样跟人家聊天，然后再讲一讲，然后对方就跟他讲说，我有钱可以借你这样子，然后就实际上就拿了18万，然后对方就请他签了一张200万的本票，那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合理了。然后就又说，为了怕你那个没有办法还钱，然后就把他的房子拿去设定。的作案手法呢，基本上就是说，老人家他实际上他拿到现金的钱可能只有18万或是20万、30万，但是他们会诱使老人家签一张，比如说200万、300万、500万的本票。专门会搭讪老人家要注意。经听到消息，也到市场宣导反诈骗，也进行调查去了解状况。警方呼吁，凡涉及借贷、投资或签署本票、抵押设定，务必提高警觉，多与家人讨论或先行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受骗。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宣导，守护民众财产安全。
根据了解，目前市场已经有10外个时段，互同款的诈骗手法骗去。受害者家属也已经委托律师向对方提起赔偿甲诈欺的个诉，希望两早掠到诈骗集团。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这台中大家一间人参包仔店咧，互民众甲指控讲吹无熟，害人并北去找医生。业者承认这是内部的疏失。原来台中市食安处是讲会去稽查，若准有违反规定，而且无限期改善，安尼就会照食安法来甲开发。甲买来的包仔镜背后开，发现内面的猪肉啊是规地透明的，民众食了感觉口感怪怪，臭hen味佮规个呛出来。斟酌一个看，发现肉脆无熟，结果是食甲吐佮流，紧送病院。用不熟的怎么可以蒸出来？不然就是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东西，要蒸到几分熟才能拿出来。民众将影片抛伫网络，引起议论。这间人参包仔店是伫个台中市大甲区，迄天还阁咧正常营业。业者表示有收到当事人打电话来反映，坦白讲是员工出错，后续会负责处理。他就是说，他买到一盒生的，那一盒是熟的，对，然后他说他吃了他会肚子很痛，那我们店家就是解释说，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店里的疏忽，所以那非常抱歉，然后我们很有诚意要解决这件事情。医生表示，食到青猪肉会有细菌病毒侵入，轻症是胃肠炎，重症有可能是败血症，也是寄生虫引起的并发症。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这些比较算有毒性的这些细菌的话，那毕竟在肠胃道都可能造成像是肠胃炎，甚至会引发败血症的风险。最后绦虫它会分在人体寄生会有不同的时期的，那这个幼虫的时期它有可能会让一些像是心脏或是脑部的器官都可能会有寄生的可能性，会造成严重的并发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已经完成案件的登录，后续的派员稽查，若无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的规定，会要求限期改善。复查若无合格，就会依照食安法开6万至2亿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鹿草乡的焚化炉呢，顶个月30迄天，这烟筒熊熊排出桥仔烧的烟，互民众看到是惊一跳。环保局有解释讲，这是咧烧司法机关扣落来的物品，因为这内底呢是有游戏机台的偏光板，而且这偏光板内底也有化学元素碘，所以烧的时唔才会出现桥仔烧的烟，检测落来是确认无空气污染的记录。焚化炉的烟筒一直清出紫色的烟雾，这是嘉义县鹿草乡的本属焚化厂。顶个月30中昼，去互民众翕到烟筒清出紫色的烟，民众真烦恼，在地网络社群来发文，认为相关单位拢无通知，嘛唔知影这个紫色的烟敢有毒。就鹿草焚化炉30日上午发生排放纸烟情形，那经检视主要是协助司法机关销毁查扣物，里面有一批一晶萤幕的偏光板。于燃烧过程中产生纸烟。环保局表示，因是受到司法单位的委托来处理一批计共有790公斤的查扣物，因为送来焚化炉的时阵，物件都已经拍碎，所以唔知影内底详细有啥物。不过事先有先确定无禁止烧的物件。确实有委托草焚化炉销毁查扣物品一批，其中确实含有电子游戏机台等废弃物，但最主要的还是海洛因、安非他命、凯他命、依托米酯等相关之毒品。那经检视空污监测数据未有异常，后续本局在销毁赃证物前会注意销毁的物种及品项。环保局研判，废弃物内底有游戏机台、荧幕偏光板，这种板仔内底有碘，因为烧过了后且产生紫色的烟雾。环保局嘛注意空气监测的数字，无到危害的程度，且民众无需要惊吓。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着要来培养这新生代的戏剧演员，团结中心呢是来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或者少年辈演员呢也准备要伫个4月来推出因的成果表演。接落来，这台湾戏剧中心呢也替这演员来办一场连续1个月的外台戏的表演，也有邀请到点心大来到热烈，让大家会当感受到庙埕的文化。朱群考伫正经考试时，去互这八兄弟杀害，伊的老母和牵手开始过流浪的生活。
最后无想到讲主困苦既然无死，一家伙仔团圆做伙拄着歹人，这出戏号做人情会舞。灵堂会着母亲安尼，算是一出真感人、真感动的戏出，嘛是较早吼，迄个阮阿嬷郭明珠他们那个时候很经典的一出剧嘛。拍破传统布袋戏的表演形态，袂输咧拍电动游戏，这是经英国电视木偶剧团带来的西游闹天宫。为着要让民众亲目睭看到这挂表演，台湾戏剧中心伫咧规个4月份的拜6礼拜，拢有规划挂台戏的演出，拢总有8个剧团会带来表演，内容有歌戏、布袋戏和客家戏通欣赏。大戏棚，然后咱大家来遮做戏安尼，阮拢有字幕，所以若你的台语甲我共款无啥介好，也是你听无客语，迄拢无要紧。所有表演拢是请新人演员来搬戏，因是团结中心推动民间戏剧提升计划培养出来新演员。这届活动嘛算是因的成果发表会，现场有野台戏以外，阁有庙口的小食摊，希望会当互北部的囡仔体验台湾传统的庙口文化。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大学语文中心呢有开台语课，请真侪国际学生特别来学，除了是希望会当加了解台湾的文化，也希望讲会当甲台湾朋友行较远的。练习词一下，来，早起，早起时。老师讲一句，学生对得学一句，这是台湾大学语文中心开的台语课。有日本学生表示，伫日本读册的时，就知影台湾的语言除了华语，也有台语。但来台湾读册，因希望学台语来勾画甲台湾朋友的关系。有的人嘛会看影音作品，加接触台语。中文也是可以，算是一个沟通的工具之一。但是台语的话，用对方的母语的话，更容易做朋友呢，更容易关系变得更好。我有看过台语的电视剧，就蛮好看，所以这也是学台语的动机。也我来自法国的学生讲，因为伊的阿母是台湾人，希望以后通用台语甲台湾的亲人讲话，嘛强调台语声调变化会影响语速的意思，这是法语无的特色。这法文你是用你的口气来说话，所以用你口气就是知道你可能比较累啊，比较生气啊，不要这些。可是台语是你不能变太多，因为变太多那个可能那个字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台大的台语课有分初级台语甲正阶台语，这门课甲要10年的陈鸿辉老师指出，会来学台语的国际学生，多数对台语罗马字的学习较无心理障碍，有当时也比台湾人学较紧。初级的部分当然就是爱先对基本的罗马字开始教，罗马字教了，然后较底句的先开始讲。当然咱是有一课一个主题啦吼。正阶基本上就是较长的句，然后佮补充较济。可能是咱的在地一寡风俗习惯啊，是啥物文化啦、歌谣啥物安尼。陈鸿辉表示，多数国际学生在学华语以后，有关有想要学台湾在地语言的热情。虽然欠缺语感甲语言环境，对因来讲，台语声调较歹学。不过，外靠罗马字甲变调规则来学有关系，会当跨过这个难关。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台湾时间今日早起6点35分的时阵，美国 NASA 的新型火箭是在太空船甲4个太空人成功飞出去，要来展开10天的旅程。让3点半的时间 ，SLS 重型载运火箭总算第2届成功发射。估计周边地区有超过40万人，各网络直播电脑头前的几6亿人做伙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Today, April 1st, 2026, 6:35 p.m., NASA's Space Launch System rocket lifted off the pad with 8.8 million pounds of thrust, carrying the Orion spacecraft and the Artemis II crew out to Earth orbit and beginning America's grand return to the moon. The Orion spacecraft has successfully separated from the core stage, and its solar arrays have been deployed as planned. 这嘛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了后，相隔54天，搁再有人类飞向月球。专业太空新闻网 Space.com 指出，这届升空创下真济第1个纪录。头一个是太空发射系统 SLS 载运火箭头一届带人类上太空，嘛是21世纪了后头一摆的纪录。4个人当中的克里斯提纳科斯是头一个飞向月球的女性。海军飞行员出身的格鲁弗是头一个加入射过的太空人非洲的。来自加拿大的汉森是头一个加入月球之旅的非美国籍太空人。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ir health and the status as we move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 Artemis II mission. So after a brief 54-year intermission, NASA is back in the business of sending astronauts to the moon. 不过，这座创下真侪第一纪录的飞行，除了未进入月球轨道，嘛无按算要降落月球，只是用自由飞行的状态驶过月球，再向地球的方向转来。Space.com 指出，虽然安尼，4个太空人也是创下人类有史以来进入太空了后离开地球上远的纪录，按算要挖406800多公里，比1970年阿波罗13号加6400多公里。伫这座关测试了后，下一阶段阿提米斯计划有按算要伫驶月球后，互太空人降落月球表面。埃塞克曼接手 NASA 了后，规个计划重新调整，按算伫2028进前要互人类重返月球，搁要伫2032年起造月球基地。NASA 无隐瞒，这是要赶伫中国进前，互美国伫月球先占有一席之地。公司新闻持家人编译。今仔昨4月初1日是 Apple 苹果公司50周年，因是对一台电脑开始到今已经有手机也是讲手表等等的产品，毋但是改变这电脑的产业，搁较重新打造通信市场。1976年，少年的贾伯斯甲沃兹尼克伫加州小城电车库组装头一台电脑。当时谁嘛无想到，这台苹果会成做改变世界的标记。虽然贾伯斯捌伫80年代因为权力斗争离开公司，不过1997年，因也亲像救世主共款重回苹果。And serve the people that have been buying our products since the beginning. Because a lot of times people think they're crazy, but in that craziness we see genius.And those are the people we're making tools for. 贾伯斯用真小的天才来形容苹果迷，也用创新设计改变市场，为 iMac 电脑推撒行动通信大门。2001年的 iPad 改变音乐产业，2007年的 iPhone 佮以触控操作带动智慧型手机啊革命。不过，到伫个苹果伫市场大卖时阵，贾伯斯2011年煞过身。外界拢咧看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会当行偌远。Today we're announcing Apple Music, the next chapter in music, and I know you are going to love it. It will change the way that you experience music. 小联社推出 Apple Watch 加 Apple Music， 苹果开拓千挂装置业务，营运长库克接受了后，佮推出技术升级。The M1 chip is by far the most powerful chip that we have ever created. It makes these Macs dramatically faster.Provides all new capabilities with extraordinary battery life and enables the Mac to run more software than ever. 即马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3.6兆美金，为上起升的个人电脑到即马横看 AI 软体甲硬体的科技帝国。这粒苹果行过精彩的半世纪，后一个50年也阁会带予世界倒一种新奇，全球拢伫期待。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下晡尾的天气，所以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气温回升，大环境的水汽较济。台湾中南部山区甲平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嘛会有零散短暂阵雨。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